細路阿強就好似一隻困喺籠入邊咁細嘅，咩細微嘅都可以點着喺心入邊嘅火。一餐晚飯嘅湯唔夠熱，或者阿妹唔小心撞跌嘅，佢個書包佢就會爆發出尖銳又傷人嘅咆哮。阿媽流眼淚，阿妹縮埋一角，喺發咗嗰陣時，全部都當佢唔到。老豆冇晒成件事入眼，但係佢又唔鬧又唔教訓。有一晚，老豆俾咗阿強一袋重甸甸嘅長鐵釘同埋一把鐵錘。由聽日開始，老豆指住後院嗰排新整好嘅白色木欄話：每次你頂唔順自己脾氣，想鬧人嗌人嘅時候，就去欄上釘一粒釘。第一日，後院傳咗震天啲嘅敲打聲，阿強攞到揮住鐵錘，好似要將對成個世界嘅唔滿全部發洩嘅木頭上嘅。嗰日黃昏，欄上多咗37粒歪歪斜斜嘅釘，尖尖嘅釘頭喺夕陽底下特別刺眼。日子一日一日過，阿強發現要將釘釘入中硬嘅木頭其實唔容易，真係要用好多力氣。佢開始學識，當佢意湧上喉嚨嗰陣，先深呼吸3次，慢慢咁敲釘聲都冇嘅。佢驚訝咁發現，原來控制自己脾氣比釘一粒釘落去仲要容易。終於有日，成日阿強都冇再攞起鐵錘。佢興奮咁拉住阿爸隻手話：爸爸，我今日一次火都冇發過。阿爸因為咁拍嚇咗膊頭，好仔。而家每次你成功壓住自己把火，或者發覺自己就冇失控，但係選擇溫柔嚟講嘅，就去拔翻一粒釘出嚟。拔釘比釘入去仲慢仲辛苦。阿強要好專心，小心翼翼咁搖動嘅鐵釘，先至唔會傷到更多木物。幾個月之後，最後一粒釘終於落咗入袋。阿強望住煥然一新嘅袋，覺得自己好似重獲新生咁。佢請老豆咁睇下佢嘅成果。老豆牽住佢隻手，慢慢行到工巴前邊。細路，你學識咗控制自己呢樣嘢好嘅嘢。老豆語氣低沉，指住木巴巴上密密麻麻、大大細細嘅黑洞。但你睇下，木巴再都回唔到以前嗰個樣啦。阿強湊埋去嘅，發現個洞口有咁，仲帶住裂開咁嘅痕跡，好似墓穴咁。有咁就深唔見底。即使佢之後拔釘拔得幾小心，木頭入邊嘅纖維早就轉晒。老豆蹲低，平靜咁望住阿強對眼，話齋發咗嗰陣講出口嘅說話，就好似呢啲釘咁。當你對人發脾氣，講嘅傷人說話，就好似把利劍咁，直插人喺心入邊。你之後可以道歉，可以求原諒，就好似將釘拔翻出嚟咁。但係呢，心靈上嘅傷口就會好似呢啲窿咁，永遠都會留低疤痕。道歉只可以攞走鐵釘，但係佢唔走嘅窿。嗰一刻，阿強望住個戒疤，腦海浮現咗阿媽紅腫嘅眼同細妹震緊嘅膊頭。憤怒只係一種能量嘅發洩，可能會令自己一時之間覺得爽快，但係帶嚟嘅傷害呢，就冇得翻轉頭。真正嘅覺察其實係喺鐵錘舉起，釘子未落之前，已經攞到自己內心嗰團火。要學識用理智同溫柔去將呢團火熄滅。我哋一生都喺度修補關係，但最高境界嘅修復，其實就係一開始就選擇唔去傷害人。